说戏学戏，星期戏曲广播会，周周有戏。朋友们都知道，玉蜻蜓呢是我国各个剧种、各个曲种演出最多的传统的保留剧目，而且是久演不衰，至今保留了许许多多经典的名段。是的，在这些剧种曲种当中，苏州评弹可以说和玉蜻蜓的关系最为密切、最为特殊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玉蜻蜓的故事就发生在苏州，剧中的人物徐元载说的就是明朝嘉靖年间苏州人申时行的故事。我想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也许不熟悉，可是在明朝却是赫赫有名。对，他在嘉靖年间呢考得了头名状元，后来官至宰相，就是如今的国家领导人。晚年的时候呢，他和太仓的大户王家结怨，王家的门客就写了玉蜻蜓来影射申时行的家世，一直流传至今。是啊，那么所以说申家的后人呢，屡屡的去告官，要求禁演，可是呢是这个越禁越演，直到这个民国的时候，申家有一个后人叫申振刚，当了当时的警察厅长，警察厅长，对，有权利了，又再次要求禁演，而且还抓了一些评弹艺人，这下事情闹大了。当时呢比较有影响的光裕社就出面来协调这件事，最后呢决定呢这部书啊不能在苏州城里演，只能在苏州城外演，而且把剧中的人物申贵生对改名叫金贵生。难怪我看过粤剧、西剧、洋剧里边都叫申贵生，只是评弹里边叫金贵生。对，这个渊源很深，故事也很长了。演唱玉蜻蜓的评弹艺人众多，而且是名家辈出。最出名的要数王子和、张云婷、周玉泉、蒋月泉这一路。哎，对，值得一提的是，蒋月泉创立的蒋派艺术，成为当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评弹流派。那么说到蒋派，说到蒋调，那么首推的是如今90高龄的蒋调传人王百英老先生，今天也在座，我们向他祝福，掌声响起。说到王百英先生啊，当年啊叱咤书坛的蒋王档，后来到18艺人组建上海评弹团，后来呢又是支援浙江的文化建设。王老先生70年书坛生涯，培养了一代一代的蒋调传人，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我们今天的星际戏曲广播会呢，汇集了王老先生第2代、第3代的传人，特别邀请了来自江浙沪的著名评弹演员，一起来演绎玉蜻蜓的精彩片段。好，首先上场的是来自浙江的优秀青年演员黄海华。算起来呢，黄海华是我们王老先生的，我们说叫徒子徒孙啊，他是叫徒孙。因为黄海华的老师呢是张君谋，张君谋的老师就是我们王百英老师，所以他叫徒孙。哎，说到黄海华，还得提及一下08年评弹举行了这个评弹金榜大赛。对，那么黄海华呢拔得头筹，中了状元，可以说是当今年轻评弹演员当中的领军人物了。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是玉蜻蜓当中的选曲《金莲出走》，我们掌声响起。家作预料不一起，情色不定都是非，我们今朝男人心里气，我要到处偶遇
到此非。当前路茫茫，往何处去？我们不知南北与东西。与那大花房绿须飞，三子情对芳菲，更与那一子双双飞不离。我知道那平日夫妻斗气闹，想不到他们相亲相爱风采，你想我归生日，望雨山真理，望雨林楼一，望雨有阳白，望雨结发髻，同床不同梦，难叫梦双起。我好比地狱之中吹口气满腔，又恨相随的。他们一路迎来都该错，倒不如到那后尾山上去听话哩。好，接下来上场的呢是上海评弹团的著名演员庞婷婷和苏州评弹团的著名演员施彬。庞婷婷呢是评弹的世家，父亲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弹词名家庞学庭，他的公公呢就是王柏英老师，可谓是评弹世家啊。那施彬呢是苏州评弹团的一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多才多艺，现在在苏州电视台主持一档用苏州方言来主持的脱口秀的节目，叫《施彬聊斋》。和我们上海的一周立波秀有点像啊，也就是苏州的这里部了。今天呢，他们两位为大家献上的是庾澄庆的选段《片上辕门》。京都娘娘亏空家人，大概我个衙吏部天官张国勋请得起，是衙我要贵州部队，来那么去农时呢，每一枚等待女婿周子在世，父亲娘娘的心目大概我个衙来的人，是衙呀呢，我这个把你去惧怕神经惶恐啊，惶恐。来了南水的里忙正啊的一嘴的，为得屋里的老百姓四上百度一讲，不晓得老太太年纪都是不服清爽，海雾当中的老女人胖江了，来了忙正啊的一堆堆，时代希望给不进去，那不进去嘛，老太不出来。夫妻两高的为这个宝贝奴弄得了交通堵塞，老老这些辰光恨得个奴啊！为这第五人，不许提起奴啊，不许提起金刚，上人提到奴啊，唱一记耳光，提到金刚里一手掌，而且为这
今家里向人不许放进张家里向门，啥人放进来就铺盖滚对。老老后世懂，我的那后世懂们都弄得不太为呀。为此有了衙门里张一口气不归着王定亲自当水讲的部队。龙门部队是关注来的出来，让长门爹爹让想当上5个人，人民和一户一类，金家的人子来用就跑。营区的5友帮金家里是这个5个西派不是当上的，失足62岁金家服饰，不晓得5神经不肯入军。的副队长我那5友帮一大个上去，而且上次已经整个在水灯开油门。王定得到这个小水精，这个天太无来这个究竟不杀去冰雹娘娘，啊！娘娘大事不好了！谁知因不知的模样，为请娘娘听得。说是个金龙娘娘本来那么不灵性，虽然是有帮你是那个几个人民当你不大高，但是现在5神经衙门放一根把去，本来吃苦，那听说里来的种，啥就啥副队友们啥子干着，副队不是人民，哪能那个5个人民拿弄法，杀人杀命，后拿起给枪手，总归大夫公子，女人嘛，一进门。一样出来，得放来毛毛，俺们大出起来。一来这里是有时候。哎呀，娘娘，你别哭啊，不严重的呀。哪不严重啊？副队长人啥人了？什么呀？来动人个学生子呀。非讲当上5个人，再称的人民不爱干。哎呀，妹妹，你不是不晓得谁来？你我都要得罪他个这样。要得罪么？你娘分得罪。那小风信不了来太太关在来太太注意来动人眼里上友们他人们也多定完放了呀，我晓得要本我得罪为但我里想好得不得了，他丢人讲还讲给他金刚的人不正放进家他的门，要是把人啊放进去了心哪送进去哎呀，难得太饶意思。还有个小的带吐出来，是娘娘你别急，没怪你相信，该不是有的娘们圣诞来他手里哟，娘娘一口嘛，小的好不嘎嘎我的不得了，聪明活络，自家来的，可是细个还是吃我个嘞，这里怕的凶嘛，总归有点波嘞，试试口子喂，是他没法不嘞。那么娘娘也人走的始终不必相信，我的那不必天使我们，心机太黑，别提起来嘛，落不落？哪开腿我要得罪？哎呀，不过这相信呀。又不是人民大牛米都是哪位人？再讲么个封信是要不娘的呀？谁么来听个再么认个错，娘么帮个忙，要么摊个情，谁是？所以真让非对娘，自己出个债，人民们背个债，你娘总归要帮忙给，假使你娘不帮忙给，口拉不给，夫让你给，干嘛不来给？我说我能还是不来口给？也就弄娘娘脾气，这能够顶来娘。心下还开喊着新风，他夫人安气，夜夜新风像代代干把五花在你钢琴上。婆婆啊，这封信来要清水干帮娘，而且看我娘看这封信，怕举胸部飞进来飞出来。啊，娘娘，你总该爱听好消息。后花信身边代代们吃给他政府讲了，在外头还来抽一堆头名的超市买那个呀，跟那些人啊搬进去，信拿送进去，现在总归。武功、暗功、神功、后功、屁功、黑功，谁用得刚？谁们下一气？你们试试看。大概的身那位张刚黑门一口，哟，两手玉门开的是大嘛呀？等了吧，风一关哦，一口地拉香才是带上了些，刚刚上过啥？可以那个发廊、机位、积累、忘记理想死了。其实口门旁有热浪。那份口酒里面立刻乃是轻轻上手，刚眼不去牙眼睛，那不进去你不想，那个说了么？喂，
哎呀，爸爸，你上来啦？哎，我已经能让分白开心。爸爸，你上不记在？像啥鱼子？哦，你是海的红光蒙面呐？你也不特别哇？呀，妹子啊，你啥的啊？那疯子娘娘之命，大概得来打，他来请我来个。我来请我个。我啥替前门夫妻去给打玉门？那刚刚去楼东看见玉门开了那么一两个笔呀？哦，笔呀。妹子啊，一个人讲闲话，非是俺门开嘴。我说你得晓得了吗？是啊。老动人规则，进家里向人不许进该打张家里向个门，前门发就你该打玉门来戳戳打，不拉拉那么进啊进去子，为啥逼了。是数字在有点难的，那么录不录？你不来嘛？是的，是那个啥事体，我是发了不发了，谁那个笔？哟，啥来带凶起来？你不上凶啊这个嘞？来这跟你讲是啥？今朝我府不能进去，你在第二支头开不住。开不住，一是我别来，风风插起呀！为出去和他娘娘讲，说起来娘娘，身当为大可以能个佛法。啊，来威胁我吧。不是威胁我这个嘞？今朝非讲你，就是大仙子要来，关在你围住去。你恨我？老动人关着。你就啊？欲拒不用勾结作废，熬得下了还。干起来啊！老动人关着个。佛法，我不来讲两个理讲三三佛法。非讲三上三十上三百上讲不难听。你讲佛法那个佛法。我要念一声。老动人关着个。老动人关着佛法，理的佛法，理下来难点。哎了，我遇上了，伤害了。了，那么介绍呢？爸爸，哎呦，拿起白的账，不得后事不得，非去白的了，讲的不能听听啊。借来一声开门，哎呦，爸爸别开门子，那夫人人带去啊，那个开门。那边好了都领不清，一种人么叫领得清，领得清了。那大子我真的来请我啊，都是去疯子娘娘之名，带给他来送封信吧。他给一封书信出京到，与闺女娘娘的私语深。在部队唱这句我出人名字，归在我送封信，不讨他们现在来多人帮忙呀，来他讨封信拿上了，来说讲你娘娘的点名，大夫呢？哦，李香为于性命尽出了，谁是话信得明得来，这个名堂叫性命结婚。不靠我也能不得，真正娘娘出这事体是叫面前动两样子呢。能总归能呀，这海上外头人，我上总归是大人。现在娘娘一出事体嘛，两个人背呀，爱门痛，即使牛是痛为心苦。现在娘娘一事体，两个人刮后背也门噶，是这个爽的。哦，你都经过你上我十二的地下人，娘娘出此事体，你都一个人也不来不行的。嘿嘿，但我爸爸那边光了，我也一开，我上来。又没事，个人那副出行。上了不出去讲，我说现在发了不发难了就，再不行侬讲讲了不讲的是我就，咦，你不是说的吗？欲求不用嘛，跟你作废，我们都要用哪里？哦，那是为本我干。这个刚挂着了，我说来东人啊，我来不行的呀，你这个可以们白64嘛，谁也不肯放。我有多个娘啊！嘿嘿，大个星光，那谁也留着。来东人说起来啥么子啊？谁是那个这人一看多起，火蛋内身啦？结婚的不进来哈，背进来恨，一个某人困紧，脑内送大有我们。
西夸着，不能讲得胡毛淋淋。用不着的管。那么妹子是俺讲起来是个我的性命是该托不难着。毕当官。哪了？放我进去了一定江白。个放你进去嘛，我也就铺盖滚的。在内地上，你给他就铺盖，今个里马上上山里，今个里不动呢，一个人一块饭。老是讲个长体成功来，你有功来有功之能啊，娘娘亲来亲不得。你到今个里嘛，特别的工资加倍。啊，真的？真的？啊，真的？当然真的了。妹子，请。有啥的？不能要哈这个呢？我要去哪里了？那我不能好出来说的呢？妹子啊，当你累累的。呀，也放你进去，吃饭去啊去的，也都会地上。说了，因为我听说这个后湖了面孔标致志刚难得，今朝我诚心留下来试一试，试下来我啥个遇到的服退。爸爸内地讲了啊，内地做工啊不太白，刚刚内地做工侬好特地是让内地做工还去拍电视家去，真的？那不是叫我不能让我出来嘛？哎，妹子啊，老实跟你讲。今朝放内进去，非是老大人不晓得，谁手里晓得，我往府外去铺盖。那我就不该讲。你老大人关在的是前门，我该打是后门，我还是不晓得的。哎，来，这。哎，小呀，一堂书记们忙着你下分子，畅通无阻。在房间那一口门，他啦，正等打上来。他了上的小六虎，其他打开头来，请喝菜。不，这两人个老太太是心事上作。哎呀，侬等身经得部头个事体么，不晓得哪副腔调子。今朝侬屋里向来人么，哪得还隆隆清爽？好话起来，杀青岭上。小太离去生来么，身边风信弄出来。忙针对拉下一点么，重新不落动。太哪是个母子娘娘之命，送封信不来，请来太参阅。哎呀，啥的啊？啥个人么聚了，还信么脱单子头顶信了，那个皇帝个身子这个。哎呀，侬个来么难不做心的。虽然屋头嘛还是人家，乃侬人家弄得那个富强的么受啥个一层呢？下趟班上的好节也实实的，老太太心地善良，大心这个来嘛，好话起来。太太难怪你可惜，你别来过我，你让我去了啦。让东西拉住吧，欢喜举盖，那么来去举吧，心岔开来一口嘛，好，哎呦阿奴啊，难得知道吧？哈。人民和一户一来，哪么没太上一只？为何？有帮金家的是个五个西派六个儿媳与金家夫食。神经不肯我就吧哈！但副队长一上场子已经该整个的水灯开运了。为何？副队长人是老男人的好生子，老太太看得再一两句么侬啊难结本。小弟啥？娘，事情么这个子，你家是不到那个口浪铺个玩耍分爱个，我侬还是不能看个。好，阿奴啊，你是不我看还是我是不能看好吧？都让侬太背不起个呀，那么哪办法？是啦，谁答应我来再是礼物来再想办法。后话是为的府中为夫你家大娘娘，是天太大日与我太太做主。那太太是个娘娘规则的，来看我进去，不要怕去胸部飞起，我不能走的。哎呀，你听不懂啊！我个句我们随时怕胸部呀。天太大日与我太太做主。半夜怕一只给。没做死这不呢？半夜怕。我们老太太啊，这个是意思个呀。这个侬实在欢喜么，不是虚的呀，砰一记上去，两张上盖呀。天太大日与我太太做主。
哇！小太太开心啊，自己成功这样，临至上里嘛，眼睛为带金咖喱，真拿百度师傅眼在，来太太拍个胸部在，听侬娘娘听见是娘拍胸部，搿个定心不眼在。其实心里想一送么头皮我在，为在厨房给弄点吃，都去点心嘛，吃点心。那么吃点心，你这个娘是点心吃不落，做啥么？搿个一记胸部泡瓦特子，那么难办法？侬那家不晓得，为是那个事体，你老夫妻俩搞的弄得了交通都热了海。不记得现在关上两个我的车子自家在外头先去交一个老头子，可是俺不开心做不成。得想上去，男女人生不比于两个动儿，一个叫张富，一个叫张瑞，这两个小句啊，志刚来塞，一日都要10句话，这个两张皮飞起来越难相信。正是为叫4个里翻到5个里，牛排里翻到马排里，7个里翻到8个里，一点春里都口还翻成点皮咖喱。那么关这里都想翻句，我来同你披上油门没定心，不过关分一关，我来厂里多个业务，从上至下必须用夫。对，陈大是，命丈夫张瑞谁来见我？晓得，陈大出来行，对这个秋子没分看见呀，在白龙地没看见两高头拉拉滚动的。丈夫张瑞两个都写过了，马上和志刚来的。我张国勋了，至于一个独养了5本儿子嘛，叫努力到两高头当儿子俺口袋的。不过万事抽的，10抽之上怕赢不起。那么是两个小句，一日都要10句，我们取好了。不，你多个句话没正确的。不啥个害得人家们吃顿生活拨弄是非了，这个事体不走。你多个句话呢，10手指给我黑嘛，顶多赢得大家嘻嘻哈哈笑笑。现在派的这两个大小狗了，是个没风气了滑稽的。来了遇上是还要上里多个当，今朝不是大人的背囊空背。啥事体做没了白农里向滚动背，喜鹊滚得起劲的当去。你在？我为了给他新娘新个人多拿，他关键都在房间了，一点事体呀。他关键？你去回复妈妈来。妈妈来啊！那是不相信，东北一懂。儿子，而且他喊你去啥子？东家的，不把狗的。来太太为此要晓得侬当神经得不对的事情嘛，关这两个小句到外头去打听。每趟走来么上不里都400铜的，一个2高的嘛800个铜的，这个了叫800个的。这两个小句脑子个800个的得不对的事情嘛分去打听，一日到夜让研究啥？罗家人家个八卦么吞得退。罗家人家汤包里向个汤么多，吃白头的油面锅里向对一个秋子么张西洋镜阿模样走起子，怎么会该炒个了？分一半。我谁家讲个两个小句，这个句话吞出来是一样，阿模样带里向。老大，你关在人多去打听董先生等生件得不对个事体啊？老大，你打听到是眼睛们的那个董先生这个上风了还。不过是5神经不肯回家，听说这个5神经你都怕人，在云南黑风洞里向去听啥个一清大人在，哎呦，来得大，一清大人啊，有研发的，利益来是，可是你董先生要吃午夜子，那么这个一清大人到底来了不来嘛？你们再去打听啊，两个小句，大概10书法门，位置也拉来听他们为马鬼子。来他也晓得么也是800个的，今在当时也是800个的来着。分都生来我会忘记他的。让胡管。不来呢？回去过来戒指在上。戒指这个。他到了哪的？他到哪的？
你的家父，张队，给太太客人，请啊！把脸起来。小太太，南海人都大概得来，俺有啥个吩咐啊？命你们的是非为别如。哦，我现在在水手位置，侬俺到现在当身体大不对的事体了。听见是一群男人下半日水一带，那么阿大不大，你妈妈现在去打听的？你唯一一清的人了，我打个不把我的气特这样，一派后意。是。想大些记得不之日，我心应明白。他那是个谁写的咋？啥人不得子？都这个谁路啊？谁刚不得听着？我不搞定没个是吧？你报复报复我。他那谁写的咋？谁写的哪呢？怎么玩意他？现在侬俺到谁去打身体大不对，带在哪？带在哪子？哎呦，弄两句你光不能得的。我出自动力，你反而来问我啊？我得万一是要问你不把搞定吧？夜里都是句话不违法，正然被斗。是。为真都两高的下一番句话，侬来到你披上玉门尸体白人公，各位我上多一步下一步上你们发财。他那是个也想天你发财，他这个是他听得真该。你喊你发财是个30岁的我地了，这个2岁的我的印象的。对我了。哎呀，你发怎么真的问你呀？不过你喊你十番句话骗来到你上玉门这个句话是不？这个是不来是的。你个句话不真实的。他刚刚了呀。弄去吧嘛，大家谢谢。哎呀，谢我啊！你那个侬礼物天过骗上玉门这个句话太伟大。哎呦，这个不来。哎呀，这来得不夸张，委对我。那么我是东家，我的不好意思，别来真都是句话啊。不是，没哈。不肯是句话没事啊，从今往后都两高的，再也不许是一上句话。啥人说句话得不放进哦。我不能说啊，又讲我心里想，也这个也是办不得的。这个太大。那喊你不吃饭的不爱，这个还吃米干，我能哈爸爸，对象还弄干，不是句话拿我。哎呦，这个人家饭够着哇！哎，现在是腾出来的日子。那个真不啷个的呀？我有当时想讲是我讲我跑了头也是句话。这个做不动去了，不来。还没来着。东东呢，就想办法使己成功，从容于上。他不是你发大爷，你这个来不来这个，你这个猪不来这个呀？对的，太太。不来这边哪不来？你去想口，想得什么在想不出门没办法子啊。想得出来拿去答应的，来头你们拿我的抓你答应答应着了个。我在东南京里呀。那就是你个来头，你还会得抓你的？你要听起来，他到哪讲了？得不放进哦，想得出句话的发财，想不出句话嘛，困棺材，一个棺材一个发财，你也落个财。这两代中国要发财，根本也有啥个办法？那个来头你不会让你当来当。我东南京也想的。哪东南京嘛子呢？是个，今朝反正不是来到你个班了。你这个空白。你这压力不想着，我也是这次我也不想嘞。大家都来想句话，各自为忙干。你想哪个句话，我想我个句话。门在来话排队，你想那个句话讲给我听，我想那个句话讲给你听。啥人个句话好，用啥人个发财1年半拿。这能规则按照他被发现不是水口子哇？规则呢？最多去的啥？我是这个这个是不要困的那个的。门在外，想想。一小一个50地来怎么了？然后帮位置。哎呦，困得起来困不行。哎呀，你讲。干什么？你先讲。干什么？句话。啥句话？你吃个烂嘴啊？哎呀，冬天你怎么吃这个嘴呀？屁来的人上有那个句话呀？啥的是这些啊？我们那个说你我动我去睡啥？我有你身体还管？我看我就讲想喊，不能困着想句话，不知那对把那针对做不出昏了马上睡来。你吃个奶黄金啊？我做不到，哎，根本来哪来？谁在那个嘛句话打来呢？啊，你做啥子？我们在说。哦哟哟，我让他再不来我，没想好不是一样的吗？哦哟，喂，啥个一样？俺是讲还一样的嘞。发财呢？哎，大概一个。这个你不要忘记。哎呀，干嘛是讲还一样的嘞？你不要弄错啊！哎。不是请客吃饭吃点心发财的嘞！哦呀，三弟兄大伙也还给斤斤之间，我到马上上去，我都吃的里不是一样，用不上这个哟，啊是啊，根本是个斤之间的呢，真的。别为这种小事体弄得了弟兄这个感情法。靠我呀是嘞。那么句话真的用了？哎，用那个就一样的呀。根本是个。哎，你总归弄点事体。哎，我们那个呢？你不做事体发财，你不我们是不？哎，我们那个要弄做啥？是个。
句话个样么子啦。不是提射出来个叫句话。不光被想。这个。难免与雷动的开除。这个。雷动要外部。不雷动啊？你外部雷动发财，你不会是这个？喂，不雷动啊，是为挪水喂。挪水嘛，我别去想。我们这个我先看看呢。哎呦，那我也看看。不看呢，哪晓得你为呢？哦哟，譬如讲，现在反对劳动人开始说句话子。劳动人。说你吃夜里向不是菜吃来吃去吃不落饭，后来天经里飞下来，这样啊，我得吃是3碗饭多。阿父，这样么拿我的飞呢？雷动呀！这样么才吃我哪飞呢？雷动呀！一个跟雷动哪比哪飞？雷动呀！一个跟雷动哪不发展那边？不来是不来？发展呢？你打还一步？你这个假开？这马是你不让我走开来了。他不的呀，那不发讲。你马上讲上去，来东家阿福分搞错，我把口技干。不要口技了。你不要讲口技嘛，来东你没得相信的。啊。来这个来东你自家给隔壁那有一位讲啊，第一只门那孩子一只讲啊，带着屋面浪下去，那么一个人在那后头一个哦嘘，这只门一下子不一送一只讲啊，扑了头头来。你讲飞下来。你也讲头下来的呀？哦，谁让飞毛弄这里去？这个想着拿出来是吧？好，位置，位置。位置。哎，位置。风位了，哎呀，位置呀，位置是俺刮风位了，位置哦哟，我再看看呢，那我也看看呢。老东家，说你们上天走到后台不去不想，口气红里下腾过来不副队的也神经冲动了。爷爷，我不雷动家。雷动家。阿父，我弄不懂你哪，我只我看想着这个头面副队们哪会得疼呢？雷动家。上次你这么过去，上次你的分定几个哇？雷动家。这个不是雷动的，这是恐龙，怎么你哪不发指甲？不会不。他你哪不让我怎么看过的？发财呢？你打快一步。这个你中国会吗？你马日了，你他有我怎么看你？他不，你马上讲上去。来东家，阿福分讲从哪口技的？哎，我也口技的。你不要讲口技的。你讲哎，那后头个有一个人在那劈杀一部副队，当劈上去过后，没想那部副队咬下来，结果并头特副队脸上喉咙痛，胆子喉里下面腾了腾，又叫忙过去一部副队神经松动。哦哟，我现在这些个想口是啥出来是吧？哦，别当了，位置，你顶住。不 ，stop。不来，那个种流动不得了，人生命不能出来。不，据我证明，我会告诉你。对个，证明那个国是这样的呀。不过现在开始你要听我话。你都光听我怎么听？不过难怪让我去洗是我夫妻啊。对，自个也好弟兄，那我怪让你去洗。来啊！我有个写出来，怎么都出个我要来死的那个。发财。哦，这个是。国家甲班多诺劳动人价值都正好，是劳动人的上游们面积负担。来了，这梦啊，劳动人据我分析，你晓得你背上那个当。这关你事啊！晓得。那么要紧到外头去观察，那么前辈阿先生来得个先生，所以他要我们中国是劳动人的意思。要紧这样子么偷下来，回带，说拿下新的孩子啊嘛，糊哈，媳妇水子嘛，回过来，好不好？哪里才是可能外头找？来去弄张树上的，先上去和上这个树上的。晓得。你弄好各位等了劳动人书房门口等他。别打开窗啊！哦哟，这个出来了，我都困了，看呢。你只要听见我理想海，我的头正月子劳动人要上有门人。那话，你儿子打一下，打，从兜里将亲劳动人上去。没问题。这关你事啊！晓得，在西嘛那浪啊，对，等。那么这个丈夫，清水亲家忙真子给他失望而来。到门口李子郎打了，掀开一条缝袋里向一看了，开心。今朝发财问个，时来运来，太不开俺骨头棒出天花板。咋的？这口就劳动人包包正等受了个失望。今朝一番句话上去是衣裳费我实在好上叶子，还是发财问人工资。那么这个张国勋等了希望给你白马正等做啥？这两人啦，心里想慰问说：啥体嘛？哎呀，侬毕竟是侬呀，只不过比起神圣的，那么现在当神经的部队不觉得得哪副强烈怎么？心里想着，白马正等么主女的让我去当听哪个人话？
假使是侬这个上风了黑，那么我这当家子牛家子主来，眼眼的侬吃个活银么？我自家不出面，托两个老朋友去帮帮忙，俺觉得伊两个快乐无法塞个。那么老了，你也晓得侬特别的事体么？你问问地下人哈子呀？不。谁家不许提的，金家里不许提的，侬啊提的么？你光休假了，谁要上去？我现在吃日饭儿，像啥个东家呢？新月女子眼里忙不让我去考，所以老了爸妈正等了让做年头，手追对对俺们谁追得进？到路对俺们去当庭来得好么？那这两根手看这个阿夫是靠啊，青浓浓弄门里一放，拿不了白龙像出去了，里本三十六大，十不个来回，总归奔得上气不接下气嘛，当中往里真的要斗气，俺锅里浪讲后汤做的。各种样子嘛，这个夫子说然后有点不带奔出来，其实嘛，白龙想吃皮的。现在奔得第37了，帽子大吐到水里，门里晃一下，人当时在里想，好老东家，奔到我这个谁来着？我就奔啥？张国兴喜鹊落个成功了嘿，我的王玉几么一好，不说来一口么啥体叫个小句了啊，后么汤当的，气得会。丈夫，老东家就要决定我呀！老东家，我不让俺的快这样，不是想那个不是那背浪下眼睛当够出来，我要奔到我这个谁了子？啥让我要欢喜的？你听听看，那觉得也服侍我够出来，奔得了上气不接下气，当中往里要斗气瓜子。神女的老乡，到路对俺们去当亲。来得土当么，夫妻彩礼，哪个彩礼？你为彩礼？哎呀，我来看我那灯卡呀！不，小句隆隆是要20钱，灯卡也讲不我听，哎呀，等来补了。我看我那是个打那个大鱼。小句人头是说个呀，看嘛啦，我会得把到大鱼个之后。那谁是这个是你娘就是可不想的。你家某区的邻居。哎，看起子我马油呀，说阿夫啊。还是你对娘舅大病身上来，我也登到了看个啦。这个忙你马门管，我娘舅啥毛病啊？啥康复不登，自家也登不登，别长啥头。那么来到你那些对吧？我从前不要娘是个娘舅，侬个领导听见娘舅啥毛病，么做过一点这个，也就然后地里弄点后台弄点皮带，去扣你娘舅。做人事业这个一片小人之心。你家母居谁在哪里？俺娘就问你啊，那谁是那副队友们在家对那个地方叫蜜蜂洞？写出来刚子半日就有个两句要跑用的，副队友们在脸上后台皮带看嘛才多得干。当够到娘就问你，推开门一口，这看见娘就从那吃饭，我讲天大地死我。副领导这个小句浪吃火腿是吧？跟你上的毛病吃的做绝的汤做一个。谁让这个毛病吃饭，我讲天得第四我们背后对了还。哎，你家母居大病在床，怎能出门？哎呦，来了你别管那龙我东呀，门外龙我东门。哎呀，我说娘舅啊，你老沙兵的，沙兵们能拿吃的你娘舅说你听说你讲刚刚把我们都不想你，娘舅想起想，哦，对。是去年给了两个大兵身上，听咋了？他才被一年个。那么我晓得娘舅生气，但没啥定心在后台皮带嘛挂嘛，娘舅吃个。那么想那个不是那老人白浪当那够起来嘛，老个副队友，老娘，现在副队友们那不得了，那嘛人多，不是虚的，总归5、6、8啊！学生子友们让有5、6、8个人啊，啥的？哦，来到青林。不是啥人来的呀？你该真的把你们3个有没拉是说的啦？去当听我来，3个5、6、8个人啦，谁是当水？是5神经4个龙东上怕哪个？啊，5神经啊，5神经嘛，谁是当农的部队的吧？怕是5、6、8个人啥的？
他们做什么？啊，谁是会知道人家到现在干部队的事情啊？心机男啊，大小姐们露露张面孔，砰就被家规这里一指，咋？我的昨天在书上给我的，就是天的没给你们抢了进去光吃的。来的呢，那边东西，那我现在这个粮食个不能干，我不打算捋起来，那边的，俺们个写出来不正子呀。据我想的没喊你听得放不浪荡，你不听听中呀？刚刚开水渣的。不紧张，书手36到8本，何考的，哪知道的？来人家那边东西，我去这个粮食我不能给干，我不打算捋起来。来人家那边东西，那边东西啊！张国勋嫂子一日么了？哎呀，我今朝包某正等做啥？随时要晓得侬的部队的事体呀。你现在讲不我听么？我这当听得非听了，不许讲么？谁听记者呀？那现在这个啥不来些努力，好得个富强的么？这个568个人等了还啥个事体呢？这个里向分厅家也那样了还？不，今朝我要注意，随便那还有压力讲过。丈夫，来人家，来呀！不来，这里看看。哎呦，降下去不打你，谁是了？我这个不打算捋出来的呀！降下去真的不打你，谁是了？人家那是个不要听他讲嘛，是个书手，我就是5趟再讲你来看，我就会不讲，谁家要错看了？嘿，你讲我不讲哦。咱面孔特别好，不是啦，让我这个小里眼里带着子豆的么讲出来。丈夫，来呀！少家降下去不打你比了，跟我去不当了。不得先洗来了用几万？滚多娘个的！而是个不年纪了，男生哪用计呀？降下去真的不打你，必是了。那娘子搞去这个不当了？是啊，搞去这个不当了？你要是想听我说，哪有这个孩子去发起这来推不给你？哎呀，我不搞你害我搞，搞得你不要上当，写出来军人一类，帽子大头在心里。来人家，我讲。哎呦，我一来东娘，我刚在罗打。小句那个是混特子，我要门听考了的这样的。5不够大水，5个大水了。来东你这个水的刚方面有点乱了，那么中国刚才事情从头讲起，听得清楚。我是现在刚刚，人家到现在要当神经大部队，部队在贵州来着，不晓得唱个中我唱门第1米浪，当上5个人啊！都这个能啊，那家的，人民和一呼一来。哪么的我记得，哪么特老？有帮金家里，这个人家的苏州老文系军家副使。俺帮我明明考啥个是苏州老文系，神经不肯我这个。神经做马门了，看我这个，一张上次干打副队友们上次干正。上次已经真个是那么特老意思嘛，回来真呀！介绍个人家的伟大之物理了，你嘛有我嘛有你们。他们又要回回。但是我里头想着，哎呀，是个副大夫是本官，谁是老张的门生啊？老张？哪一个老张？那是个李都见来老张，李都见来老张。也是一块老张啊弄出来的。是谁是老张？这个就是那老公你的门生，是那叫是上上有人太太什么里头故事死定了。我岂肯上得入门为他讨钱？难道你看那边跟呢？你到底谁晓得个？农家到时要怎么得罪呢？你拿上油门，别我的人不晓得。我的人说起来，你做个农，你们做个窑，农出事体嘛，窑做个帮忙干啊，农出事体，窑个帮忙，抠拉铺，各种委任窑了，各种这个中上的这个领导啊，谁的领导呀？个小举今这没得到啥可了？那么的东瓜的香菜的多鸡，虽然你们让想跑喊600个当兄们，你干嘛让等？1个人等哪一个？等你啊！是你叫谁少你们到轮胎人家自己在不客气讲，刚让抓来。哦哟！哈！一弄那部胸换口出来。哦哟！
好，也拿那根剪子。哦哟，回来好，也拿那把手抓来。哦哟，好，也拿那个手拾起来那个手来。回来好，老姑娘，这样么子我亲眼没都看见过。这两杯2块5杯还样么子？什么东西？一袋烟的噻。要来后用，请来吃啊！是来叫些少友们到农摊里面来吃啥名了了？发明了。哦哟！张国兴好谋虽然5神经啊5神经的推销长，本来我不让友们进在我顶级让友们来，分封地角上那友们。写出来的领嘛来着，我的地家子老的娘上友们嘞。阿瑞听见门里啪一声，哒冲灯里向才来的人上酒，两高队努力让吃好子的让吃食气们，配让友们到此结束，请听我道。感谢蒋月泉大师创立了大气凝练的评弹蒋派艺术，也感谢以王柏英老师为代表的蒋派传人将这门艺术发扬光大。那么现在我们就有请尊敬的王柏英老师上台来与大家见面。王老师有请。王老师来了。王老师好。你好。 90高龄，恭敬。谢谢你啊！哎呦，王老师讲普通闲话，我讲苏州闲话。王老师，大家侪想听侬讲讲。好的。啊，各位来听课，读好。当读上有份看见的，每天精读。 这次能够来望望各位，心里想非常高兴。那么日家过得真好，跟眼睛一眨，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是一眼看不出，是吧？红光满面，精神举硕，确实。这个90年哪过来了？我自家糊里糊涂，跟难得糊涂了。 还是幸福的过程，有理。那么，今朝我非常高兴，我的儿子王玉立，为与我的媳妇王婷婷里头一篇写信，为了我90岁生日，特地安排了一场奖牌艺术，我心灵走上演出，表示祝福。 我非常开心。那么这次活动了，我特别感谢浙江省各级领导对我的重视特别关心，为上海外地一些领导对我的支持，这一些好朋友对我的厚爱照顾。 非常感激，表示衷心的感谢。那么今朝我最开心的了一桩，就是今朝演出的是演员啊，基本上像侪是我的徒子徒孙。对个，还是奖牌艺术的第2代、第3代受人。是。 说明奖牌艺术后继有神，这个一点对我讲起来是极大的欣慰，非常高兴。那么再有呢，也感谢各位来听课，来朋友，你到了百忙之中，今朝请过来捧场，非常的感谢。敬祝各位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凡是事业，谢谢。感动！哇，王老师90高龄，思路如此清晰，全是感谢的话语。今天说了啊，你的徒子徒孙们要为您祝寿，还要特别献上寿礼啊。黄海华、张艺谋、吴静兰、归兰准备好了，对，他们要给您来一段开篇。 八仙上寿，
特别来祝福您90寿辰，我们来欣赏好吗？好。沙神迹清水河中里太傅哈下长里
夫妇上。清澈水蒙蒙，饮水醉。敬做先生，敬做他先生，迎福都看见，福义真来，福义真来，去天喜悦。这4位演员呢是2对夫妻，这2对夫妻中的2位先生呢，其实是一对师兄弟，啊，他们都师承张君谋老师哈。接下来呢，就请这对师兄弟中的一位，叫张艺谋来给大家演唱。怎么听上去这个名字很像某个大导演啊？有一个字中间不一样啊。那个大导演的艺是艺术的艺，我们这位评弹演员的艺是毅力的毅。那么张艺谋给大家带来的呢是《玉蜻蜓》中的安堂任母的前半段，和他搭档的是苏州评弹团的陈小红。陈小红师从庞婷婷。好，下面我们有请2位为大家做精彩的表演。牛在祥林诗句，今朝里小心一片来安当人娘。旁队之争而已，我说你对正是自家神情慌错，而且有点那个慌慌张张。想来不知谁是我娘们，现在跟子三是他，一大路忙正理下的让进来着。三是他，为国生来，我后门乖乖上，不多数一数呢。哪不知水没了那是一对银楼，不过一米吹，一米那想。就是个人家人之语，哪位想的是个？手里的豆芽一字一样，鸡谁跟爱你心，夏木叶他见我到爱门迎我神太不爱人，其中的灵与原因。
所始终里。待你一前身，他虽是我娘亲，能得今朝二岁才门，你得我是父娘的狗儿，到处把娘心。倾听我当。哎，欣宁啊，哎这个安堂任母可是玉京亭的大官子啊，而且是有名的这个唱功戏。刚才是前半部分，对，下半部分一定要唱下去才能过瘾。那肯定要唱了，继续演唱下半部分。好，接下来上场的呢是王柏英老师的儿子和儿媳来为大家夫演。妻档，哎，不是夫妻档，怎么不是夫妻档？你们说儿子儿媳吗？是儿子是儿媳，但不是夫妻。怎么会不是夫妻呢？儿媳刚才给大家介绍过了，庞婷婷。对呀、他的先生王玉立，亭亭玉立，老听个谁晓得啊？夫妻档我现在讲的那个儿子是王老师的另外一个儿子。王老师另外儿子啥对呀人？徐慧欣。许维新啊，哎上海平台团啊，哎啊，王老师另外儿子啊，哎王老师年轻辰光啥花头啊？瞎讲有啥讲头了？啊不要瞎讲，也不要瞎想。那侬刚刚清楚啊我来讲给刚刚侬听。哎，在80年代的时候呢，上海电视台拍过一个电视剧，叫江南明珠，反映的是平潭艺人生活的这么一个题材的电视剧。想起来了，哎，王柏英老师和徐慧欣在其中扮演剧中的父子。原来如此，是你是吧？确确实实是父与子，而且这个父子情缘算起来20多年了，80年代嘛，86、87年之后，对不对啊？20多年，怪不得刚才徐慧欣陪着王老师来的。能看到了吧？哎，这个哑妮子两个人亲热了不得了。是啊，好，那么接下来就有请徐慧欣和庞婷婷一起为大家带来的是安堂任母的下半段。牛仔以为娘登子16年，现在看见儿子来了门前，一定会得毫不犹豫相认。但是你万万分享着，侬自家个生日，后山浪向学诗，甚至于闲话要讲到啥个问题浪向，我今朝到该得来，我随时来寻你娘来的。闲话已经讲到搿个问题浪向，娘呢哈，罔顾周远而疑他。牛仔理不理解，毕竟这是16岁的小囡，按了爱堂里向的爱理，再也熬不住了。滚下来！搿个辰光牛仔的心情啥个心情？这也是个怨，也是个急，也是个郁。突然之间身体掉出来，面对松子观音，把台浪向举下来嘛，呀！
大事。宋子娘娘，你们不该因王于死悲也披心。想你宋子是么应当送到娘为报，你不该把那夫妻的婴儿去勒送神。口里我刚出娘胎，嘴里是梦，君将养母当亲生。我是爱的旁人让记下，是他买来的孩儿能这几分文，收2分银当一斤，这样的几封叫儿后的口用生。今日里我才推失踪意，神娘到挨门，那小姐了娘亲娘不认，她心是铁人士兵，并无半点关若人，竟把亲儿当做了门路神。呀，大师，难道你今日天日的欣赏我？这两句话三三句句吃了3是他心了。反怪儿子也有我娘，不过做你的儿子啊，不是娘心肠啊，不人呢，回来回去才是位子没。哭起来还是要追吧，硬硬的一个只脚哭出松子闺那个门槛嘛，哪说得准？不过对西对儿子妈妈隐隐如儿子啊，哭出声音来，去谁我们这个字忙着理想。有的听见声音，身体不住了一口嘛，只看见2个只手在了纸浪向倒着个浪倒进去。哎呀，可是看上去刚刚2句闲话说得特重着，娘了动气走啊，
是问，落魄人色变，我不该轻易冒犯我娘亲。我今追给娘亲去，惜亲瑞白小心，怎要分娘亲？你不认孩儿为何因？生不到娘亲，绝不归家住。我非怕也是在门，啪！身体立起来吧，然后再上来，不晓得将近云房门口的，再听见当咕咚。听我说个哪会的搿种事体？哪会的搿种事体？娘会得非要儿子的，阿会得娘的出子高了，你心上硬点多。不过这一想，娘阿会得不让儿子离有另一个口中呢？搿种才是懂事体的小囡。实际上，让我听听看。随过来到远房门跟随，你侧耳心听。谁是他？本尊云房路云房门，当归上我都收一收的，这个你想不来是？终于也哭出来，可奈人商量，只能给他脚趾拉下个豆芽来商量。大姨，今啦。你我的很他为了是你见是
的回到欧大里下来认我娘，我家是夫人，你别哭啥，我说生他们。乡的闲话抖抖嗦嗦，但是牛仔你听得清清爽爽。原来娘，你夫人儿子你回来回去，你是为我啊，你是为我谁人？再娘你做啥哦？叫得今朝娘你是能够让一代，你管理啥个谁人？你管别人啥去呢？说是牛仔这个小囡养下来，搭娘分开，虽是分开16年，但这个娘儿子两个人心心相印。难说就娘为儿子，儿子为娘。原来欧大人娘，牛仔侬娘大走金阁里，你当然晓得了，金阁里娘这个日家难过啊，懂事体啊。原来被你偶然机会来打击自家娘，到外地去发展。小生我大娘，这个事情我大你刚刚清爽，谁旁妖精去谁旁门？莫姨开门，莫姨开门来！有这个声音哇！哎呀，刚刚我哭两句，我不知阿不里听见，你里看一看，眼睛带耳晕吧？未必。哪一个？莫姨为什么一句句妖精的话儿要告禀莫姨？开门了，开门啊！不能开，我随便哪不能给开门？继续讲，今年的病例全民复发，有什么话吗？该是在讲吧。哎呀，你不肯开，牛仔里一动脑筋嘛，原来啊。既然如此，莫姨的身体保重，为什来告辞了？啥个？你也最早我没办法律师呢，士兵你不有送了，为什来醉了？一上醉，身体哈了掉走，醉了。再听见这个脚步声，当当当当当当当，不晓得最是10几步路突然个牛仔，哈啦，身体掉走，奔过来随大概的远方跟随，轻咚咚一呼，谁是他了听呀？脚步声也不走啊！我儿子去走啊！那是金家分开子。还有啥个辰光再喊大的？是吧？让我拿门开开来，再来看看
哪怕看看你的背影，还是黑的。请弄弄过来，门手起他，门打。有些干嘛叫快点叫大道理啊！母亲，今晚好生是老了，你是谁家的孩儿？谁是你娘亲？母亲，自己那是挨打，我是出家人呀。母亲，先生，你想我一定脚趾好混他，快点进去，忙着你下。儿子一人我有这肯放工的，邀请再进来，再到内云房，抬头一看一定就知，这是什么？他是神呀！我要神啊！你看，就这浪向个人，可以上面孔打自家一步步儿，对浪向虽然就是浪向安过了海清，一部手持胸口的弗罗浪，手持玉清的，分是了娘家是啥人？他不是神，他不是人是什么？他不是神，那是精，他不是金龟神。哦，金龟神才来个神，那为不是我娘？旁边像一股啪举到地浪向了，哎呀，母亲娘啊！我们新娘得地到挨门，好比每天远赴也少情，放娘亲快把孩儿人送进林里，母子都是永不分。母亲怕睡在里想，莫出两样么事，真的是弟弟媳妇有心的，这是娘亲亲笔弟弟学诗。母亲，你是生了孩儿吧？一句学诗，你那有心这个两样么子哪不伤心？当初云房才是侬儿子养下来，第一个谁学诗，谁是不把儿子当之之意，下命书求大人呀！今日儿子来认我这，我哪喊人？人子也害呢，有事干。爸爸说：“舅公，快快请去。”不晓得我那为呀害我干女呀，呀娘，我是口口声声把你娘亲叫你们有后，为把我结成。娘亲们不必多顾虑，你怕什么生意口味要说门定，你怕什么王法内容谁来临，你怕什么爱当神娘要读送孩儿的好心神。我人有喜鹊高官都不要，我不有走过富裕娘亲的不孝
生母亲娘啊，你就生了孩儿吧。听我的是俺两句，我们谁是他想对？历史我为你子我下了夫人呢，我心有走一个人，夫人有走一世句，待得天人都谁，那个王法夫妻，先日沟里不偶运，双手江海夫弟。今日哀当什么？一日小鸟归林，一膝下不成婚，身比风雨挂影有在母亲哪没有真的意思来听当这事么？倾听我当。那么接下来呢，王玉丽和江孝伯、周红一起给大家带来玉蜻蜓选段《厅堂夺子》。周红对啊，啊，上海评弹团的周红啊，大家非常熟悉。哦不过他从来没有唱过玉蜻蜓，难得。这次为了友情助演，特地从头学起。哦，一定有听头了。对，付出了很多辛勤的汗水和劳动。下面我们用热情的掌声，请三位为大家做精彩的表演。老大人公夫，今日你想找外甥进来嘛？如何是因呐？想请公主太太到此，封妃太太家上。太太家上。想外甥的在西的些是太家上啊。我的最欢喜的，没好，今朝到那台。谁怕带到阿母样那大夫路，喝得海话，老早都真喝。公主老大人，喏。十个人。君家事业专，谁太太给他金家里的事体？我能说在你们老乡搞得金家里常常来三夫妻买烟喝，不晓得开周年来夫妻分我。为什么我的一切隔壁头搞得不好？某期之年在水堂之上，得了天法哦。怪不得金贵生不住，让我对那只偏房子。哎呀，老大人，对不起，哪家小姐呀？说出来也别晓得。山大郎是我名叫王金氏之女，王是真小姐。原来是这位王小姐，原来怎样？为什么让我对不能好好讲这个呀？佛头上有。那最想不过外甥，生日平不都是一生放归生他放狗的什么呢？金
金龟送进狗头个账。哎呀呀，林太先生放狗的了，那么这位王小姐嘛必怎样啊？各位王小姐，真不简单。他先把回身来唱我如是长脱之后嘛，想想年纪轻轻走至高上，一口有气，小发为你今出了家。哎呀呀，这位王小姐么是可怜得很，那后来怎样？他进了那福都城，一脚甩开三府中上，对方刚刚起头，发现肚皮里向有只2个月的身孕。好，西当中来得个相信里老着的。哎呀呀，老大人，谁是说来嘛？你们真家与会的了啊！金家里难也不走啊。是啊，打开车你来，你个这句黄昏就是养下来个老伯伯，关上老伯伯马上送到金家里去，不晓得个老伯伯差来了。当时小头到洞前头，看见前头来个人，一哈呀，拿起头往地上一跺，其实那非吓得个呀，谁有仔细再出讲，那吓得啥呢？于是呢，小头把那队伍的老板指下去抱出去，导致队伍的里向彻底不得，腹肚上有队伍的舌头，指下去发出一个人讲实在个武器，哎，谁了这个当口？门前来了个鸡肉客，江儿没去做后事想，我现在把了来历村举金路量150两银子。还是山东鸡水客上没去了，好啊，这个头名家长带不落来，那么带到我局上下来，对官，当初我把牛在队伍的门口，小姑把那来头里向称举金6两150两银子是没不错，门路走上个生意嘛，陈指挥继续生意，那弄到我局上下来。别慌，分归人民。哎呀呀，老大人，对不起，这鸡肉客上他姓什么啊？他不姓李，不姓张，与公子同姓与同乡，与公主同心同乡，同心同乡，这个老狗一口一进来啊！是有那什么？趁西凉镇立起来马上走。不过现在分开走，现在是俺一句显得我情绪不当时着。不过再一想，那是个山东地方大，那是姓徐，姓徐个人行人样子来，总不记得晓得我西凉镇来。哎呀呀，老大人，公主像山东所大的地方，姓徐之人好似千千万万，我看这小儿童嘛，渺茫了啊！并不渺茫，真是不渺茫。上上来你问我一问，大今年都养起，我人看拢这个辰光，看见一个女人，手里向拿把手指，手指就是中间的一个手脚趾把后肉身边，那么大的海带里向一盘门下来呀，好半突出。你假是在讲，阿公就是指下去，
16年门前，东家都在那个小楼，小楼身老乡摆好肉心亭，为大人一件后山，后山老乡为谁学习了？关家里后山拿得来，我能想来想去想不出，那么想个牛仔方才命令啦，相思句。牛仔一想出来，这个小头一老里自高声老乡。要是金官生娘虽是个出家人，现在为了恶当女，他心中每天到爱堂一彩堂生了他娘都生了，身体一个霹雳，什么？牛仔娘人人，你老夫子随他铁咖啡，哪一点点不晓得？哈！分给人，一生人这个女子洗出来，老大人。赵老大人说话，牛仔不是我们徐家智慧了啊！公众心中，老大人分明是话服众生于民气我异乡客的，摆着地顾问是什么？我张国勋一生真实，从不起身，公众所入不信，口分有在，不相信你还能？现在门上去牛仔水上心喜，你都听过大致线路惠州山东金高的军而已，能你让与我假使牛仔今在水上心惊工作这个理想要在社会牛两十样一点点工作当名分得来别两个门我是这样的你老夫妻老铁隔壁男人娘等你当个招呼的哈我是这样的夫妻俩搞点什么好了个你夫妻的直播里向带个今日出来觉得在身上心事我马上努力打出山该打不能给的为的什么本人搞苦想我儿子嘞们今朝们我的后事出来你貌似眼睛的面孔别哟在是过来弟弟该死不你好啊谋了爹娘做出这种的事来虽今怒气奋力心绪欢日心惊弟弟我们来说天的门还好这么的面孔别白眼睛就是不让说线路线了不然一下一个冲开吃我心喜那无法的你好里我来跑你个有在为主公海水失去你自己想的爱堂什么你自己去的今日的心水心情将随是了天机离谱 no 凡事都与为周公赛是告为什么将随是了比那个是滔滔就是觉得嘞对来过看妈妈连啥事体哟好娃子你怎么也不说这个呀我不来你自从小于2岁今朝一门啊我不来门来他里去这里么眼里已经我来这样哎呀儿啊娘要去啥子玩娘啊今这里心事心惊你呀发出良心来说话哦他与不敌不相瞒我与你家弟弟
都要被你活活气死的。母亲放心，母亲放心。你是有良心的哟。来，他回得了，然后手领身体不多，让刺痛在脑壳。不比金东娘娘对徐太太口口，嘿，那滑稽个，你搞苦干？哎呀，今朝心急心急，娘才都自家讲的呀。你要不过对你两个眼里，那么不要么说呀？有在他的年纪轻了，别心上一饿，时时出口你经跟你别讲讲，干嘛呢？你胃苦，我啥不胃苦啊？把你打高苦，不苦不说了，你苦子下来在，年纪比年轻，喉咙比年小，苦不过来，一个动地也飞。哎呀，试试看，我金龙娘娘做事没做得出个，绝对不对上一切没，眼里马上下来，你晓得讲的应该。呀，牛仔，真假非你一门，真是离水三心两意，为娘呀，你死后，母亲放心，明不得。牛仔想做人做得真正的顶顶来着。现在没听上四面八龙来随便一个事，对于一家开心，一家伤心。我到底是姓喜呢，还是姓金？倘若我是姓金，自家的儿郎夫妻才要去说开牙子，这个一气我就气啥都讲了嘿，我哪对得这里多？那么我是姓喜。今夜还我来这等，倘若今朝不负新贵重，我亲娘一张片子送到我们里下，亲娘的性命谁不办？牛仔想给一个辰光，我心有死个，说个一声我都才不晓得。哪现在辰光叫我哪说法呢？昨天牛仔举了地浪向头抬起来，对爷娘看看们。弟弟，母亲啊！儿怎样？我打开边，我内出身。大内神，我说一名与空双情，你到底是
情分明。弟弟呀，我们总是不是的娘呀！哎呦，害我不得了，你怎么？你今日讲出这种的话来呀？是儿一三你不是恩呀！我虽然不是你多亲生养的，但是你都对我搭对亲生小奴有啥个两样？你都对我喊我不是不晓得呀！笨蛋，对我的身世，我为何理由都了呀？亲爱的人啊，人个在，你现在问我心上，我实在没办法。说问孩儿本性，听李老师说问孩儿本性，觉得个今日出来啊，男女性的自信心，是呀讲了还好生让我何是你？小畜生，你到底信什么啊？这个。牛在何时得知止步不偏，不要往你上好头个呀！对抬起来对要看看，我可是还吃看看，你看，要面孔咖喱啊是吧？搿只水湿对，得了3-8个左右了。我搿个是吃看，要搿点名分送他噶，搿么叫我哪弄法呢？手真是来吃亏，只怕弟弟一气呀名归阴，为呀只为踏上了娘亲，岂不是我犯恩，奉于上天理，七狗上驴不相离。至于这个样子，弟弟，我是不信。啥过去头上面的不信啊？男子里向的不是提出来，金刚里不是你自己提的，好少的何如的？金东娘娘听不信，
今朝不搬个喜事出来，你今家里要搬个儿子做啥？根本上不是的，眉毛是眼睛带么面孔背。牛仔，挖空里多生命力，你的你莫本事都发为了。难道你亲生娘亲都不要？你这个绝无丁丁兄子，对个，哎，屋里向侪是阴头呀！我娘性命压了里多水里向，我今朝喜事出去，亲娘性命不保，本当我想得蛮好的哟。是不信谁来不信真，洛阳分作两家臣，两心下意与我今生。这个一上说文儿，听到老讲，别信，他搞气也不够听，受于人的眼光，全部写中老的牛仔之人皮上，西大针，实对个水，日子两根细细把个手，一个人扶了凳子上下当空着，昨日一高一当谁了嘿？你到底信什么啊？说文儿本信什么啊？说
这个一场今日出去，所有人的眼光哈拉些出来，全部盯牢西大村那口，总导致这个姥姥暴跳时来么胖得怕灯，大家有可能也推，这口这个西大村推了个灯子浪向，一句闲话没。步步是女，这口的一张面孔，一人轻，一人大，老弱为重啊！所以，等至半日，等这个今日出来，你家里哪睡的是，使得浑身发抖。畜生！你好啊！西哥。良心比西儿兵送风撇地娘，你社会好的这个一点点，已经要做这种妖娘，牺牲举动你个妖娘，只能为这样人的了。畜生啊！想世纪，哪与你这种不孝子？我今朝打死你在天堂，打死了畜生人，放下我心头恨，非破老命人做地堂，我今朝我来考杀，心口自家地门战。还青梅，老大人做什么？张国军对你毛毛上天，一口牛仔啊，给到公家里听到了，好难负得当。公主向牛仔复兴贵中，天经地义之事，你有空此大于他。什么的？阿是我样子里16年，当然分给当。松树畜生非我样，是否样的恩情必须每当我竟不能将他打，当好的，
你刚刚终于讲出个道理，公主，牛仔属于不是马也马德，大也大德，谁凭你要知大牛仔收为哪点？当得有道理，我讲这么是有道理，老大人。打他是么不孝的娘，水一桩，他们目中并无真长辈，多人太仓光哦，多人莫无增长，增见的喏。几谋名啊，他相思句，为什么不与爹娘共猜想？既如日么相命是忠义，为什么不把相亲来并爹娘？既如日么爱当，要把亲娘认恩，为什么不计高宾后高当？既如日么爱当，生了亲生母，为什么把我们母在沟中养？为什么听当设下牢笼计？为什么骗我们到此来带家上？为什么带家上逼走了红门衣？为什么把爹娘当走了海绿帮？为什么要逼死爹娘在当上？这错是用的好极哟！嘿，我如果来了，我都杀不了海。母牛在里我一道母亲，哈，公主事到寻亲，为情息怒，他小小的女灵。天亮衣裳安心，今世够神秘是心然，今日你我这打着错生人，分你口应当。老大人我打的么？这个，哎呀，一天我离心在哪里？比不离不得哟。这个张国兄在刚刚一想的，今这个娘来打，因为牛仔现在什么时候事情就一个新位置想自家里，现在我娘来打，那一打让牛仔口口，究竟啥人家欢喜呢？实际上来，就是有侬对人多细心调落，一门心思做女经家里的事。对，啊，公主相女在确实不好，实是该打。22可能许下旅行，60斤就打得的，打得的，好当是要当。不好当，今朝还要当，今朝非当不可啊！
对李妈妈几何欢喜呢？虽然不是亲生，但亲生有啥两样？我那包得那个辰光随着那做衣裳，1岁做到10岁，雨水来过瓦特，你家哪个？你老夫妻两高头不舍得不来吃苦，辛苦自家勒紧裤子打，3顿饼2根，2顿饼1顿，我们呢那几辰光少吃过1口呀。正在大庭广众，牙齿鼓喳喳，说真真，我你老夫妻个皮才很做嘞。你懂你73岁，你谋杀你骗啥娘不记你的，你是干父亲，我为了鼓励你啥事体，咋打？我对上西太太去啥子呀？哎呀呀，来相公啊！老高才打出来啥事体？夫人做什么？你是看在其身份上，三是两怒儿吧？想着小出身，须知不孝，你为要为他讨人么？相公的娘子当怒儿嘛，这身心有算是大人的。我要靠儿子了，高少要等我拼命，西上去那跟个的，那当我一下都打不得的么？这个，要是奶奶真的要看儿子啊，你还不说得个呀？今这个看气力出不出？一句不离开，身体也期望。老相公，那么你是高高举起，轻轻打下，谁打两个儿一记吧？下不了，等我靠一记，好，今朝一记还要靠一记，谁一记？我老高在旁边推一推，出声。对对，谁进宫当真要打了？对对，当然是了，谁要用心？哪够用心出声？高举礼让，将他打仗。混！哎呀呀，不好！这觉得一不忙，眼睛们你把摸摸一片，一点点看不出的少。不好，今朝几个的，隔上眼睛起汗，有进汽水你的眼睛浪向么晓得弄错，不是眼睛啊。今朝后事特头，我脸上搿张手砰举起来的辰光，胸口里搿点细细把个手手全部把你打上来，飘到面孔浪向，所以哭出来把满满一片。要将李清两根手手撩起来一哭嘛，伤心，跟人事相仿。我是两眼昏花，你一枚上须漂浮不须上。这路的内空梦一闪，16年前走的那红，反过来告诉不说的看你子，我哪说的看你子，从小呼吸，你子聪明懂得理小人，今朝你哪会得是俺们，你还讲不办法。为了今家一个人挑不危险，假使讲我今朝可以，
有一个人蹲在旁边看见子，非要哭啥个？啥人嘛？以欧堂里向的亲娘，算了，我们人口错生，将我可么就可不知你老夫子两个的，身体之力多，实际上总想得个让距离上个只水，慢慢叫他落来着。牛仔这口就摇着水，慢慢叫他落来，后事慢慢叫他推。哎呦呀！今朝这个一进来一定要打，不如这个气不吃，气得哇哇喳喳。我讲你对那不是，弟弟，是叫你大人是了，这一下门，莫与人他人了，再莫与人他人了。我呀，自己讨人。是悲伤，我自己讨人了。哎呀，弟弟呀！儿啊！我与你是若你父子之人，今年个头。再叫一声弟呀弟，再叫一声娘，弟弟，哎呀，母亲，夫人呐，我们与你说说要离此地，这样，那现在喊你带老大去，山东一烧五烧烧，来相公，叫我们往哪里去呀？西中国好事，你只要不你搞得出来，等来给到位于烧米的呢？谁是谁阳谁？我是一风帆，去来讨手才不说的，这次俺我不收来带儿子口口，儿子三五再带儿子妈妈。牛仔哪根本都追哦，石破个扑上来嘛！弟弟母亲，你们到哪里去呀？张国军要进过来一了，我工作分给走的，听着我来，我话讲没办法，回来回去，为了金家里的小辈，俺自家里嘛还是后台要紧，我来做事。牛仔夫妻啊，16岁，马上这里派亲，还有啥新娘啊，特别长期的，怎么样两个在实际的，搞不住呀，来这个长期啊，别里把它养出来呀，所以金家里、张家里、自家里，小辈生意代代相传，听到的知道，自己说老人生出来。